中華總商會代表團一行3月13日參觀位於青茂口岸邊檢大樓嘅粵澳名優產品博覽中心及位於中葡平台綜合體嘅葡語國家產品體驗專區葡點，並進行座談交流。我哋喺成個國家喺呢個對外開放高水平對外開放當中咧，能夠提供到我哋一啲作用嘅，特別係除咗我哋相關嘅經貿以外咧，科技啊、文化、教育啊，咁衞生等等各方面咧，我哋能夠促進我哋同葡語國家嘅一個緊密聯繫。為進一步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展示館多維度展示推動中葡平台建設相關資訊，令各地企業及訪客認識澳門中葡平台嘅發展歷程、葡語國家嘅營商環境及特色產品同服務，為中葡企業經貿洽談搭建交流橋梁。我哋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展示中心，亦都係好希望我哋嘅設施係能夠結合到工商界嘅需求。你哋未來可能一啲嘅研討會啊，或者工作坊啊，或者代表團嚟參觀或者其他方面嘅活動咧，我哋都係好希望可以用到我哋呢個地方，我哋呢個中葡嘅氛圍啦，去結合到大家研討嘅推廣。活動亦走訪粵澳名優產品博覽中心。該中心通過引進免稅店、美妝店、藥房、手信店及美食廣場等，喺滿足居民同過境旅客多方面需求嘅同時，希望為符合條件嘅本地中小企創造更好嘅營商環境。